厉害啊！青山国小这么优秀，哇，真有看头嘞！哦，彩铃戏狮，好，那么接下来表演的是彩铃戏狮，请各位来宾哦，给他们这群小朋友最大的掌声以及鼓励哦！带来这第三首的精彩的表演。哦，好棒好棒啊！经过高中的资讯自工的，好棒好棒，好好诶。好，这个高一点哈，加高水哦，哦，要冰塞哈，要冰塞。这个节目叫做彩铃戏狮啊，哈。咱后头单位吼，报道够好，照顾阵后听准时啊吼。咱小朋友听多听哦，啊，这个恁的相片，我再怎么鼓励起来，好不好？香菱哦，香鹅哦，这是香菱的演出哦。来，拖车的推起来哦，要超龄哦。给他回来回来哦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哎，掌声鼓励鼓励。现在在接龙哦，接龙。哎，掌声鼓励鼓励哦。我觉得咱多的参与是非常不好啊，非常不好。
还有街舞舞蹈以及扯铃融合了艺术美感来。感谢咱的队员以及教练来全体辛苦来，爬升，过来起来。你若投钱国际委员会以及总会哈，用12万种的谢意来感谢咱各单位来进行表演，咱有点心在咱的场后，麻烦等下交代各位甲交代一下。真高兴掌声鼓励！感谢我们的新山国小为我们这样带来的演出。请新山国小这边请了我们的导师以及我们的教练到这边。我们邀请我们的主任委员，以及我们的业务组组长，以及我们的副总干事，以业务组副组长过来为大家一起做颁奖。